Hello， 有聽到嗎？嗨，請問你唔家分了樣板巷？你係德信公攤，聽人你跳雲安路向頭前巷金百公尺，真相片就係美濃溪，過嚟美濃溪界第一條巷兒發展真相煞，該視片界無天內就係另家分了。是麼？你讓我來你集會所呢？我來你搭個離鄉。Cool， 你對你會來呢？我係荷蘭人，你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，你樣辦會上來台灣爽咯？我在讀書時界學校課程，超入紹介台灣。一樣，你係400年前嘅台灣，Formosa。Formosa。我等禮拜離場當久嘞，美濃你會食材罕醬。我就係在呢位睇嘅，呢位唔但強講，還當有文化呢。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高中嗎？係哦，你超群還有乜嘅好爽嘅蔬菜麼？咦度啊，你附近還有蘭山店、老雞雜店。我哋咧，你係美濃嘅特色工藝。錯。你係客家嘅傳統工藝，你會還有金絲天。乜嘅係金絲天？金絲天保留金絲學問嘅文化特色，特別起來sau師之界。等一下，我愛好好聊聊。請問你哋有呢位好食酒麼？你說呢？你隻方向口，該片就係美興嘅。那就係美濃有名嘅板條嘅，板條係客人嘅日常美食。係啊，你來呢位天出愛新人啊！我哋唔出到。來，我同你去好食好爽嘅蔬菜。